主后2025年4月初8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改变的大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18章18节到43节。有一个犹太人的领导者来问耶稣讲：“好的老师，我着做甚物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？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若话讲我是好，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。这个诫命你拢捌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害死人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偽证，着孝敬父母。”迄个人讲：“这个诫命我对细汉就一直有在遵守。”耶稣听到这个话，就甲伊讲：“你还欠一项，去卖所有的，得到的钱，拢分予善车人。你伫天顶就财宝，然后来缀我。”迄个人一个听到这个话，真伤心，因为伊非常好业。耶稣看迄个人就讲：“有钱人入上帝国偌尔困难，路途穿过尖片，嘛比好业人入上帝国搁较简单。”听到这个话的人问伊讲：“那安尼，什么人会当得到救？”耶稣应讲：“人做袂到的，上帝拢会。”彼得讲：“阮已经放下阮所有的来缀你啦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人若为着上帝国放下厝体、某、兄弟、父母，也是囝儿，伫今世一定会得到搁较侪，伫来世得到永远的活命。”耶稣带12使徒去边仔，甲因讲：“当咱要上耶路撒冷，先知所记载关系人子的一切，拢会应验。伊会受出卖予外邦人，因会甲伊戏弄、侮辱、骗烂，因会用鞭甲伊拍，甲伊害死。第3日伊会搁活。”毋过，使徒对这个代志拢无了解，这个话的意思有对因牵制，因毋知耶稣在讲甚物。耶稣要到耶利哥的时，有一个盲人坐伫路边底求乞。伊听到群众对遐经过，就问人看是甚物代志。因甲伊讲：“拿撒勒人耶稣要对遮经过。”伊就大声喊：“大逼的囝耶稣，怜悯我！”伫头前得行的人甲伊责备，叫伊恬恬。毋过伊愈大声喊：“大逼的囝，怜悯我！”耶稣就停骹，叫人带伊来。伊活来的时，耶稣问伊讲：“你爱我甲你做甚物？”伊讲：“主啊，我爱搁看见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好，互你搁看见，你的信心互你得到医好。”伊随时搁未看见，就缀耶稣归荣光予上帝。众人看到这个代志，拢称赞上帝。改变的大能。路途穿过尖片，嘛比好业人入上帝国搁较简单。耶稣即句话，互门徒学得理解，因为连互看做是受祝福的有钱人，都无法度进入上帝国，还有甚物人会当进入呢？耶稣用一个无可能发生的景象，说明有钱人无法度凭能力甲财富进入上帝国，佮指出上帝的大能通扭转一切。伫28节到30节，彼得的回应，搁再含迄
迄位犹太领袖的反应形成对比。彼得和其他门徒甘愿放下一切，用跟随耶稣作为因人生的新方向。相反的，迄位犹太领袖却毋愿意放下伊的财富，因为安尼就错失蒙恩得救的机会。几若年前有一本畅销书，我毋是耶稣的粉丝。副标题：你是咧崇拜偶像，还是伫追找信仰？册中讲到，当今教会上大的挑战和隐忧，就是逐礼拜日真侪人齐聚做伙摕歌曲双手敬拜耶稣，但是并毋是每一人拢想要认真跟对耶稣。人就凭耶稣期待得到祝福和好处，却从来无问家己，着爱付出甚物代价。有一句话安尼讲：当你决定要向耶稣讲好，我愿意跟对的时，就意味我必须放弃舒适的环境，为主传福音，放弃电视、手机仔来读圣经，放弃虚假的面躯来真诚对待人。旧约的典章律例和历经几若世纪流传落来的传统规范，无法度互人得救。外在行为和虚有其表的宗教生活，无法度互人得救。宗教教育和家庭传承的信仰，无法度互人得救。人唯一的出路和救赎，独独耶稣基督。因为安尼，当你放杀的当下，就会发现，会当救你的，将来就毋是遐个捌掠条的名声、财富和自我能力，反倒转只有是耶稣基督，只有是这位主有能力带来改变。主耶稣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拢无共。真显然，耶稣对这位有钱的犹太领袖的呼召是：放弃一切财富、名声，过着简朴、跟对基督的生活。假使耶稣今仔日来啊，伊会对你讲甚物？你所欠缺的阁是甚物？尽管耶稣讲有钱人进入天国是恶的，但是敢真正无办法改变是无？刷落去第19章撒该的故事，互人看到另外一种可能。当耶稣的福音、上帝恩典进入撒该心中的时，伊的性命就受改变，也成做跟对耶稣的人。要互人的心改变，只有上帝可以，伫伊有改变的大能。今仔日，耶稣要不断挑战佮呼召咱，你要欠一项来跟对我。当咱感觉家己无办法的时，请记得耶稣也捌讲过：人做袂到的，上帝拢会。默想，什么会阻扰我专心仰望主？什么是我着舍弃放下？什么会阻扰我专心仰望主？什么是我着舍弃放下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我愿意起身跟对你，求你帮助我放下遐会阻扰我仰望你、跟对你的事物，互我经历改变的大能，佮对你得到永恒之道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